劉文社工，跟住係綜援系列啦，一路都會講。咁好啦，即係社署未有 NGO 搞之前咧，即係10零20年前咧，佢哋自力更生。劉文社工，綜援系列 USUP 第5輯，咁就諗我哋就討論下1個小時嘅時間。點樣去好好運用呢？係咪個工作人員有睇住嗰8個人每個鐘頭，咁啊觀察佢哋嘅工作態度啊、工作習慣啊，係咪啊？咁佢哋嘅工作能力啊，咁其實應該職業治療師做嘅，不過唔使咁精細啦，用一般打工人嗰個做 assessment 啦，使唔使社工我都唔執着一樣嘢，總言之嗰個工作人員有乜能力就得啦。咁了解下佢，咁平時評估下佢，點解會攞綜援咧？係因為屋企有長期病患者啊，佢自己有種種原因，揾唔到嘢做，要攞綜援啦，或者點樣，係咪啊？即係總是有原因要攞綜援，又出唔出去做嘢，或者唔方便出去做嘢。咁佢哋可能有家人話俾我聽，我2個女攞綜援，我自己攞綜援之後1個禮拜見1次啫，咁賺翻啲租都好啊，為到條數啊，係咪啊？佢自己出去穿梭中港咁走去賺啲買賣咁樣，啲細路翻咗學，咁都會嘅喎，係咪啊？咁或者住喺啲唔知咩地方租間屋俾人都得嘅喎，即係好多種原因嘅。總言之咧，古靈精怪啊！咁呢啲人咧，佢根本有一個固定嘅盤算咧，你好難捉到佢做嘢嘅喎。即係除非好似係小市民的士佬咁樣停牌6個月，呢6個月都冇咩得着啦，咁死氣攞綜援。跟住同你捱夠呢個6個月，傾下偈，睇下幾好啊！咁6個月之後就得啦。即係除非有咁嘅背景嘅人咧，先至 OK 嘅啫。其實根本係唔 OK 嘅。咁你話佢翻再培翻咁啊翻咯，翻得個讀字啦，讀完攞完獎金又唔做嘢啊，去勞工處揾嘢做啊，去個機搣2張飛就算啦。求求其其咁樣，咁大家